我的鸭肠要飞的。我们的臭豆腐不好吃，现场免费。到长沙的朋友不吃长沙臭豆腐等于白来。现在不用去长沙，就能吃到正宗长沙臭豆腐，欢迎大家品尝。湖南招待万民的金牌小吃长沙臭豆腐。我们的臭豆腐不好吃，现场免费。到长沙的朋友不吃长沙臭豆腐等于白来。现在不用去长沙，人间美味，湖南招待万民的金牌小吃长沙臭豆腐。我们的臭豆腐不好吃，现场免费。到长沙的朋友等于白来。现在不用去长沙，就能吃到正宗长沙臭豆腐，欢迎大家品尝。长沙的朋友不吃长沙臭豆腐等于白来。天下美食，人间美味，湖南招待万民的金牌小吃长沙臭豆腐。我们的臭豆腐不好吃，现场免费。到长沙的朋友不吃长沙臭豆腐等于白来。现在不用去长沙，就能吃到正宗长沙臭豆腐，欢迎大家品尝。我们的臭豆腐不好吃，现场免费。到长沙的朋友不吃长沙。天下美食，人间美味。大串来一份。你好，客人。你好，菜豆腐一份，大串一份，是吗？大吃中辣辣椒吗？可能给你15。大肉串好了。我也会啊。大串吃辣椒吗？辣椒不要。可以的，一共25。小票那个。对，是的。你不要看他的写的，待会儿是2串的，对。帅哥点单吗？臭豆腐一份是吗？好的。臭豆腐来一份。好的。小票给你10块钱。218号应该是您的对吧？大肉串吃辣椒吗？臭豆腐。好的。微辣这个微辣。臭豆腐一份10块钱，小票给你。臭豆腐一份。好的，谢谢。小票给你。大肉串微辣。对。然后219号在吗？大家抢好了。219号大家抢好了。吃辣椒吗？微辣。豆腐也行的，对。然后大肉串微辣，这样好了。那就10块2串，对。好，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好了，小朋友单子给你，稍等一下。微信在这边，对。好了，谢谢，往右挂。单子给你。
112号在吗？好，自动吃辣椒是吗？微辣，好的，微辣。中辣吗？好，给你2餐1纸，因为呢，大自动车的时候中间那个不让吃爆。还有，哎，那个饮品手套有没有？饮品手套。好，吃中好了。吃辣椒吗？中辣。中辣，好的，中辣。有的，这。好，大致中那个单子给你。要。干嘛？我会大家讨论老婆，大家这样说。我们的臭豆腐不好吃，现场免费。到长沙的朋友不吃长沙臭豆腐，现场免费。到长沙的朋友不吃长沙臭豆腐。不要放香菜。我那个不要放香菜。到您40。看一下。我这个单会叫你。没有辣的。天下美食，你好，老唐。